麻豆 DOC 当年投入在地人才培育甲创新课程开发，这是为推广麻豆地方特色甲产业，利用所谓设计甲地方形象课程，引导学员设计出这个导游。用的数位融合学习的方式，那结合在地的特色，就是麻豆的柚香，然后去设计一套桌游，让我们的长辈他不止能够生活中有一个去处之外，更重要是让他进一步去学习，那也把地方的特色借由课程把它带动跟发挥出来。导游设计袂少的关卡，也将麻豆在地店家、宫庙，也者是景点学校等放伫咧内底，透过抽任务卡的关卡，会当互耍游戏的人认识麻豆景点。可以透过你们的这样体验的周游，可以让我们更清楚，吃喝玩乐都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从麻豆出发，因为我们在麻豆嘛，所以麻豆这一个周游这一个发想呢，是透过民众给我们的很多的声音，他们的需求，然后呢，透过我们就是数位。还有呢，乐林，还有我们的店家，这呢，我们3方面的一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周游，所以对店家来讲，他们也很开心，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几点，让这个我们的游客可以刺激他们的一个买气。这个导游设计除了会当侪人做伙耍以外，关卡设计嘛相当的趣味，还有一点卡设计，收集相关的点数，还会当到店家兑换限量纪念品。麻豆数位机会中心表示，未来会到校园也者是社区进行推广，也继续帮忙其他区域设计专属导游，和各个地区拢有专属游戏介绍家己的故乡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